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4月17日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先带你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增加1210个本土，另外6岁到11岁囡仔，未来会使煮 Moderna， 一人煮2档，量是大人的一半。双北、基隆、桃园、花莲拢超过100个。台北的信义区明仔载要开始试办居家照顾的计划。德国研究指出，若染到武汉肺炎，掠准是轻症嘛，可能破坏腰鞘，害因得到糖尿病风险是大增加。今仔日的本土增加1210个，双北、基隆、桃园、和花莲拢超过100个，新北有410个，又搁占上济。但是，当时表示讲会去观察至少2个礼拜，有可能要甲隔离、甲检疫的时间搁缩短。另外，卫福部就药署今仔日通过Moderna的紧急使用权，未来6岁到11岁的囡仔会使煮Moderna，一人是煮2档，毋过量是大人的一半。拜三也会开会决定讲当时会当开始煮。国内儿童一人煮新冠预防下落，卫福部食药署17审查莫德纳紧急使用授权 EUA， 经过有效性甲安全性评估，核准莫德纳疫苗会当用伫咧6到11岁囡仔，用法甲用量是一个人煮2支，每一支0.25毫升，是大人剂量的一半，2支之间就会让28天。有个有120万囡仔会当煮。施打方式或是能不能施打哈，这还要是 ACIP 委员哈来做决定。如果有了一个如果决定是要打的时候，那我们当然要做意愿调查，那还要填写同意书等等的工作。那我们会加紧我们的行政作业哈。互囡仔优先做疫苗，是因为本土疫情搁再创历史新高，17新增加1210例本土病例，连续3天超过1000例，分布伫19个县市，有5个县市病例数破100。其中新北市新增加410例上最，果然是台北市201例，桃园市180例，东台湾花莲119例，贵人市107例。但是中共也会观察2-3礼拜，隔离加检疫的天数可能会缩短。根据现在的相关的资料的显示，缩短日期是有它的一个科学的根据了哈。不过这还是跟专家要来做讨论，那这个可能性当然是有的。另外也增加这个重症患者，是拢已经做过1剂到3剂预防针，其中一个是90几岁女性，有高血压加心血管的疾病；6例是20到40岁，除了一个人有高血压，其他拢无慢性病史。症状表现呢是以这个血氧浓度降低或者是说有这个肺炎的症状为主那都没有需要住到加护病房区，目前都是属于这个轻度到中度的这样的一个肺炎的变化。另外，因为本土疫情欠悬，快筛试剂需求增加，指挥中心也宣布40万剂公费家用的快筛剂已经送到双北、桃园、花莲等高风险城市，分别有10万剂。因若囡仔疫苗当时开始做，也个人是毋是要开始做第4剂预防针等问题，拢会伫咧20拜3的专家会议讨论了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加201个本土，即马也决定讲，对明仔载开始，要伫信义区试办较真居家照顾的计划。不过，市长郭文地和副市长黄珊珊透早才参加一个马拉松的活动，就随即就通知讲，因进前参加的活动有出现确诊者，因也随去验 PCR， 转去厝邻家己先隔离。南韩到现在已经超过30%，应该如果30%，台湾应该要建立2300万乘以0.3，690万人，快700万人。我昨天早上，我们台北市已经7000多人居家隔离了。明天开学日啊，台北市大概有2万7到2万8个学生停课。各界关心国内染疫人数是毋是超过100万？国民党认为可能更较悬，要谨慎面对。17新增加本土病例201人，惊疫情影响医疗量能，这要开始会伫信义区试办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确诊者居家照护。信义第一个，其他11个学生都有排顺序。如果上升的速度不是很快，我们就慢慢加。如果上升那个确诊的上升速度很快，那还是被迫上阵了。有里长在抱怨说，好像有在区公所群组里面询问一些细节怎么做啊，但是都没有回应。那一天在公本上讨论我有看到确实大家的意见还不少，但是就我觉得说，当医疗能量饱和以后，这是必然的那我们就平常心面对嘛。
爱地球公益路跑。现在我们请柯市长来见证。国民体17透早甲副市长黄珊珊到店出席路跑活动，黄珊珊阁完成10公里路程，毋过下晡点半煞接到通知，213下晡伫市府接见中华智慧运输协会，其中一位协会成员进前参加配偶旅行团确诊。国民体甲黄珊珊马上去台北市立联合病院进来院区采检 PCR。针对那个就是确诊者再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疫调哈，那我们会去实际了解接触的一个情形。2人采检了后，已经转去自动隔离观察，等待采检结果。后续由卫生局疾管人员专业判断，决定2人后边的防疫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亚那桃园是加180个本土，规个市已经买6500人的隔离，而且有3间学校爱全校停课10天，家人也是超过100个，有107个。另外台东是加17个，12个和挂乡团有关系，佮2个是因为参加南投的爬山团的确诊。环保清消人员沿路伫咧消毒，台东成功庙事进行团报联，17个增加12位本土病例，另外一个新增加2位不明感染源的个案，是这几天去南投爬山，担任登山团协助，伫落山了后，知影山友采检阳性，2个人无症状，主动去采检确诊。登山的时间还蛮长的，4月5号到4月14号，协助背那些用物的。基本上用餐一定不会戴口罩，可能就会导致感染的风险。桃园17个增加180个本土病例，确诊个案内面包括市府资科局1位外包驻店工程师确诊，另外3位邻里长参加自强活动确诊，也有3间学校总共49个人确诊，全校停课10天。仁和国中，那么已经到达34位，那永平工商到达8位。中正国小到达7位，那所以这3个学校都是要做这个停课10天，学校也要设防疫长，精准的掌握状况。贵人本土确诊比例17第一遍超过100例，到107例，其中家庭群组31例，职场群组17例，学校6例，外县市12例，也搁伫咧疫调有41例，其中果菜市场、崁仔顶市场拢有人确诊。我们会请他们休业3天，对环境进行全面的一个清消，大家也不需要担心，会全面修饰的这个问题。本土病例一直增加，确诊所排前5个县市，包括新北、台北、桃园、花莲、贵人，拢超过100例以上，而且大部分拢是不明感染源，感染风险愈清愈悬。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马规定讲爱住完3档才会当对旅行团出去佚佗，就真侪饭店互取消注文，观光景点也一些人就变少。亲像正做高风险区的花莲，今仔日也超过100个，饭店的注文率剩无3成。台南有名小姐住1个国华街，假日中昼长的时间无看到摆架长落来人，店头讲生意明显少3到5成。如果再继续的话，我看人潮就可能会越来越少。到古迹赤坎楼延平滚风寺，也只剩亲子甲家庭旅游较济，大家出来透我开。不要在店内供那个吃东西就好了，户外也是走一走。全台确诊人数连3天超过1000例，拍乱未少人旅游计划。不过有人认为，只要做好自我防护，也袂当永远关在厝。说不害怕也不是，可是如果是疫情一直这样子延续了，如果是我们还是这么紧张，那就每天待在家，不是会疯？小朋友是比较担心一点，就帮他做好保护啊。另一个风险区的花莲也是零零清清，17确诊数119例，已经连续2天超过100例。全中分各延期，各加上中央规定，2日开始拄许甲员工亲友等特定人员参加旅行团，爱注满3期疫苗，都出现真侪人退团甲退房。高达50%左右的团体，其实都选择了做改期的入住。原本的住宿率，6、7成，到目前为止大概只剩下不到3成左右的数字。指挥中心发布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很明显就退了，那大概退了2成左右。那赏客部分也少许有做。
大家爱去耍水的垦丁人也少真多，饭店业者大部分希望民众延期出来佚佗，唔通取消。针对旅游退钱可能产生的争议，交通部观光局也指出，4月18以前已经预定自治以后出团的团体，若拄摕无注3剂疫苗，而伊进前验附证明，国内航线免手续费退钱改票。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压起来，加上去一寡所在爱注过3档，台中46个注射站，这2天就3万外人走去注射。伫云林也有一个80多岁阿嬷，考虑到疫情的严重，也总算愿意出来注第1档来防止重症。大甲妈进香照景最后一天，就要回銮大甲镇南宫。沿路店头民众已经准备好油饭桶、饮料给民众来提，不过大家拢遵守防疫规定，喙暗酒精消毒拢照全。我们弄做防疫设备啦、消毒啦、口罩啦。如果你个人安全的话，你也可以去买来自己做，可以。自己做筛。大家当地注射站17透早就200人来做疫苗，大家拢对最近的疫情感觉烦恼，希望补第3剂疫苗提升防护力。现在每个地方几乎都打第3剂才能去嘛，对啊，所以想说今天有时间就过来打一打。第3剂怕到时候会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没有量的，对，而且最近疫情也越来越严重。疫情情况加上中央要求，24场血工作人员自己开始爱完成做第3剂疫苗，引起民众的危机感。台中连2天开放30岁以上民众引到注射站做疫苗，十大全市40人的注射站都3.3万人。因为大甲妈回镇南宫，搁开回銮注射站，另外伫云林一位103岁人岁老女士接受家属苦劝，注第1剂疫苗，预防发生重症。周遭的人如果感染到，那对他老人家可能没有办法承受，所以我想说，就带他去打疫苗。老二家是高坑当地船长，厝内底出入人员较复杂，所以决定让妈妈做疫苗，也有约好第2剂疫苗时间，也呼吁年岁较大的村民拢应去做疫苗，共同防止疫情破开。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染到武汉肺炎了后，随忙恢复健康，煞嘛留一寡病尾。即马有德国的研究就指出讲，若是确诊，也准是轻症，嘛可能破坏药效，得到糖尿病的风险也是大增加。详细听药师解说，居家备用药品要如何使用？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清悬，也互药局快筛试剂、综合感冒药甲止嗽药这居家常备药物销量不增。刚开始有一些出症状的时候的话，你吃乙酰氨酚，它其实身体有一种发散的作用，它其实这时候就可以让风邪可以让它散出去。抗组织胺来讲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鼻水，让我们的鼻黏膜来讲的话，不要这么刺激。药师表示 ，Omicron 常常看到的症状是流鼻水、塞鼻、然后痒痒的痛、咳嗽、甲感冒正共款，所以含乙酰氨酚类的药有退烧止头壳痛的效果。脑咳嗽、流鼻水就要加买其他功效的药有国外学者研究就发现，不少确诊者伫好了后有病尾。德国糖尿病研究中心发现，就算只得到轻症，胰脏也可能遭受新冠病毒的破坏，和胰岛素功能不正常，得到糖尿病风险增加。美国发现，好的人有较大的几率得到2型糖尿病。这个 COVID-19 冠状病毒可能会去感染胰腺细胞里面所谓的贝塔细胞，那它是主要是分泌我们的胰岛素的一个细胞，所以或许借由这样的一个机转，会让得过新冠肺炎的他们在日后被新诊断出糖尿病的可能性，有比较高一点。那相对跟其他病毒感染相比的话，那它也会比其他病毒感染之后得到新糖尿病的这个诊断呢高出116%。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伫世界真侪染疫率高的所在，有看到糖尿病比率增加。不过目前国内染疫人数差不多2万多人，而且看未来染疫人好了后情形，搁做进一步的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北韩最近时常咧试射飞弹。伫台湾时间昨下晡5点，北韩又搁向因东部海峡发射2粒物件。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北韩伫16个下晡向东部的海峡射2粒物件。北韩的官方媒体也随发布试射成功的新闻，而且金正恩阁亲身来看新武器。这也是今年以来北韩第13届咧展现武力。
南韩是分析讲，这可能是咧抗议明年南韩和美国要联合演习的代志。再来看洛西亚的军舰莫斯科号，和乌克兰用飞弹拍到沉落海底，船顶的人是生死不明。不过洛西亚16就放送一个海军的阅兵咧训练的影片，可能是要向外界证明讲，这个阿兵哥个活咧。虽讲这个损失真严重，不过洛西亚嘛是唔停战，即马佮甲乌克兰南部的城市马里波威胁讲，若佮唔投降，就是死路一条。海军的水手白龟白接受俄罗斯海军总司令教训，俄国国防部16释出一段影片，讲这款是莫斯科号顶头的水手，敢若是被迫到外界猜测。因为战争者传讲，俄军的俄海舰队莫斯科号和乌克兰的海防指挥弹拍沉。В общем-то, это символ нашей мощи, нашей надежды, возрождения флота в 90-е годы. 前苏联时代，飞弹巡洋舰莫斯科号顶头载着510位官兵，13爆炸起火，不传讲只敢若50个人被救。其他拢下落不明，因那船顶是毋是有载核子弹，也未得到证实。财经杂志福比社估计，俄军至少损失7亿5000万美金，换算代表是220亿。不过虽然安尼是，俄军依然是继续进攻，则人对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科夫发射飞弹，造成中部行政区至少1死18伤。На сегодня безвозвратные потери составляют 23,367 человек。塔斯社报道指出，俄国的国防部对驻守伫咧南部战略城市马里波的乌克兰军队设下最后时限，要求伫咧台湾时间17早起11点到晚暗6点之间放下武器投降，才会当活命。不过乌克兰总统讲，若是俄军甲马里波的乌克兰军队全部拢抬死，就会终止所有的谈判协商。Заблоковані наші військові, разом з ними заблоковані поранені люди, є багато вбитих, є 200, багато людей. На жаль, є гуманітарна криза, невистачення їжі, води, немає медикаментів. 因那英国首相强生伫咧催稿，都积极的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甲泽伦斯基见面。俄罗斯的外交部伫咧16发表声明，宣布已经禁止英国首相强生、外交大臣、国防大臣甲其他10位政府官员入境俄罗斯。公司新闻王必文编写。法国的总统选举4月24日要进行第2届投票，即马候选人就咧办活动抢选票。现任的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讲，若伊当选，伊会推搁较侪环保政策，看敢会当吸到左派的选票。也若激右派国民联盟的候选人马林勒庞，伊是表示讲，若互伊对，伊要推动北约甲罗西亚来和解。8号选前最后一个周末，法国总统马克宏去港口都市马赛举办大型集会，替法国总统大选第2轮投票催票。马克宏承诺，胜选了后会让法国变更较环保。Nous ont fait entendre le 10 avril dernier dans les urnes un message fort pour mettre l'environnement au cœur de notre campagne et des années à venir pour la France。在第1轮投票当中，将近800万选民支持极左派候选人梅兰雄，伊环保政策真受选民的喜爱，所以第2轮投票，少年绿色选民会左右选情。根据民调结果显示，梅兰雄支持者有33%会支持马克宏，16%会投何勒鹏，抑个一半人还未决定。Voilà, il me convenait très bien son programme. Et puis c'est une femme qui a changé, et beaucoup plus calme, pas agressive. J'ai trouvé qu'elle était, cette fois-ci, j'ai trouvé qu'elle était super. 国民联盟的马林勒庞在整合极右派势力了后，互选情更较有利。伊成功塑造温和形象，胜选了后，佫打算推进甲俄国战略和解。不过极右派反移民立场真清楚，互反对者批评。反对极右派势力起来，全法国有30个都市响应出现抗议行动。巴黎市中心有数千名示威者也标语喊口号，要阻止勒庞胜选。警方出动催泪弹施压，还球喷雾赶走群众。Ça me confirme dans l'idée que je peux gagner cett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car la brutalité qui est exprimée à mon égard est proportionnelle aux chances que j'ai de gagner cette élection.
在上新的民调当中，马克宏已经渐渐扩大领先优势，以55.5%得票率打败马林勒庞的44.5%。帅气第20两人下做电视辩论会，展开激烈的辩论。公司新闻王德文评析。镜头转来国外，镜头转来国内，疫情继续滚价，影响民生。行政院即摆也决定讲，要把纾困的政策继续延长到明年6月底。考虑到国际疫情严重，国内疫情也拖翻头，行政院依法提请立法院同意把纾困的政策延长一档。行政院也表示讲，进程通过大约8400亿的特别预算，阁有1300多亿也未开，所以暂时也未提出要增加的修法需求，会照疫情的变化来调整。大阿里山地区的3个商圈，进前因为疫情损失甲真惨，即马生理真无简单咧恢复啊。毋过因为即马规定讲对旅行团出去算爱住3档，也则袂爽即个政策又搁影响到因。今仔日交通部长就专工来办一个会谈，了解状况，也讲会来协助。一档巡看观光商圈品牌单位，交通部长王国材16专工落南来到嘉义县，甲婚姻家己商圈业者交流。针对指挥中心宣布进乡对团出去，通爱住3档以方式，引起不满。部长表示会协助业者甲消费者。你旅行社，已经付着航空公司的机票钱啊，这条线你向容易无去，这条损失要上要付。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跟我们的公安局局长、民航局局长谈，看能不能帮这个旅客能够拿回更多的这个原来所付的这些团费哈。观光业者指出，会当理解指挥中心因为疫情做这个决定，只是时间上过紧，而且阁无配套方案。嘉义县政府嘛指出，嘉义县有丰富的观光资源，希望民众会当来，也毋过嘛是希望大家拢有注意苗。未来很多活动，包括很多的餐厅，有可能你没有打第3剂是进不去的。所以为了防疫的需要，那我想我只有拜托大家赶快去打第3剂，作为一个缓冲，否则的话你突然一下宣布，这个是对整个的休闲产业好不容易刚刚在复苏，那现在你这样子一宣布，太贸然了。除了听观光业者反映问题，王国材讲，阿里山是交通部真正计划6个国际魅力景区之一。今年会投入2亿经费，未来会继续经营，伫疫情转好进前，先做好准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邮政博物馆东含国立历史博物馆办一个女性形象的展览，用邮票佮文物来看女性伫无共时代的角色和模样。其中就有1把珍贵的刺绣，捌发行过珍藏版的邮票。这摆展览就互观众朋友刺绣甲邮票2项拢看得到。这个刺绣的花批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珍藏，展现古早女性的工艺。那这件花鸟这个刺绣横批是历史博物馆那个典藏的这个清代的这个织绣的一件精品哦。那全长大概将近5公尺，以红色的丝绸为底，那透过多色的这个绣线绣出，比如说这个花鸟啊、草木啊、云石等不同的这个图案哦。刺绣的顶面有精美的孔雀花鸟图样。2013年，历史博物馆甲邮政博物馆的合作，用来发行珍藏版的邮票。这届邮票甲实体难得工艺出现，另外各有版画、水墨画等等，拢呈现出女性的形象。邮政博物馆表示，这届精选国内外女性相关主题89套邮票，阁有历史博物馆37件珍贵的文物，会展到7月初。所以我们有分很多的部分，有女孩，有这个侍女的，也有女性的织品，还有古典文学中的女子，还有母亲的形象，以及当代女性的各种的这个角色，在我们的展品。邮博馆表示，这个展览不只是要让外界看到文物结合邮票的发行，嘛透过邮票顶悬的女性图案甲图文资料，了解迄当阵时代背景甲女性下时代的演变。记者陈阿文、徐凯台北采访报道。带你来看明仔载的气象资料。北部地区是19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19度到27度。南部地区是19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18度到26度，
外岛地区是16度到25度。接下来，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